Hello， 我係 Ellie， 今日嚟到海逸灣二期咧，想同大家參觀一個3房1套，實用面積1041尺嘅望內園單位啊。咁而我而家咧就會喺單位嘅露台位置啦，呢個露台都相當之大啊。望翻就係屋苑嘅內園泳池同埋會所位置，非常之開揚，而且呢邊咧係向翻東南嘅。好啦，鏡頭一轉，我哋去翻門口位置望望先。咁呢個就係大門入戶嘅位置啦。咁經過玄關位之後，就會係廚房嘅。先望咗個廚房先啦。廚房咧就係 U 型工作台面，本身咧保留翻交樓標準嘅設備嘅，需要一應俱全嘅。全部咩 Bosch 嘅爐具啊、蒸焗爐啊、Bosch 嘅抽油煙機啊，全部一應俱全。咁亦都有窗啦，旁邊做晒到頂嘅收納櫃嘅。咁呢個客飯廳空間非常之大，而且好分明，飯廳客廳嘅，咁大約有7.6米咧，乘3.7米嘅，非常之寬闊啊。而旁邊咧仲會有個工人套房嘅部分，都係有晒冷氣噶啦。好，我哋再望下睡寢區先。咁我哋係3房1套嘅間隔嘅，咁呢度就2間睡房咧就差唔多大。咁而且都非常之方正啦，擺到床、擺到衣櫃。咁我哋咧，而且3間房咧都係可以望到同一個嘅東南，望翻內園嘅景觀嘅。好，旁邊咧仲會有個客廁嘅位置，而呢一個客廁都係一個明廁啦，有窗嘅，採用咗浴缸設計，本身都係交樓標準嘅設備啦。好，再嚟最後望埋個主人房先。咁呢個主人房咧，新樓有呢個主人房咁大嘅空間咧，都係好少見嘅，而且都係落地玻璃窗嘅設計啦。望翻內園泳池之餘咧，旁邊仲有個對流窗做翻個對流嘅，亦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 L 型嘅衣櫃位啦。再望埋主人房呢一度，戶主擺咗張咁大嘅床咧，仲可以3邊落到床添。好，最後望埋個主人房浴室。呢個主人房浴室同樣都係有窗嘅明廁啦，而且咧做咗一個浴缸嘅設計。好啦，新樓有呢一個間隔，有呢一個實用率咧，我諗都淨係得海逸灣2期可以俾到你嘅啫。如果咧你哋都對呢一個單位或者我哋白石角其他樓盤嘅屋苑有興趣，想攞資訊嘅話咧，可以隨時聯絡我 Ellie 啊。拜拜。